大家知唔知今日係咩日子咧？大家知唔知今日係咩日子啊？星期日。大家知唔知道過咗個星期四係咩日子啊？啊？有冇人記得？星期四係咩日子？如果你唔知咧，應該就冇睇我嘅牧者心聲啦，我就有啲傷心啦。上個禮拜嘅牧者心聲我就有講星期四咧就係耶穌升天日。今日嘅主日咧，通常有啲重視節期嘅教會咧，今日就係耶穌升天節主日。咁所以咧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因為我哋過咗復活節就乜嘢都唔記得晒㗎啦，係嘛？咁其實咧過咗之後嘅幾個主日裏邊咧，都係有特別嘅意思嘅。下一個主日咧應該就係聖靈降臨主日，就係五旬節主日。今日咧應該係四旬節啊，又講咗國語主日。所以咧即係都好有意思嘅，每一個節期都。今日咧，其實我哋嘅經文咧都同呢個耶穌升天有關嘅。可唔可以撳到啊？係 OK， 我俾個題目咧叫做讓教會成為教會。頭先經文就讀出咗嚟啦。耶穌升天之前就頒布咗大使命。咁其實大使命咧喺馬太福音嘅框架裏邊咧就話你哋要去做啲乜嘢嘢，但係咧喺大使命裏邊嘅授權，即係我哋有咁嘅能力，有咁嘅義務，有咁嘅責任去做呢個大使命出嚟嘅時候，其實喺馬太福音呢中間就已經出現咗啦。就係今日我哋頭先剛剛姊妹讀嗰段經文裏邊呢，我一息間呢就會再詳細去解釋呢段經文。點解我哋有咁嘅權柄去行使大使命？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教會嘅一份子，我哋點樣可以藉住耶穌俾我哋嘅授權去建立教會呢？咁今日呢，我就會講呢一樣嘢。大家會唔會覺得今日嘅講題咧會有啲特別啊？讓教會成為教會，教會就係教會咧。點解會讓教會成為教會呢？當我思考呢段經文同埋呢一個嘅講題嘅時候呢，其實我就諗到一本書，喺大概10多年前呢，有好幾位學者，包括神學院嘅學者，亦都有牧者寫咗本書，佢話教會不成教會。佢裏邊咧對於主要係香港教會咧，但係其實全世界嘅教會都有一啲咁嘅現象出現，作出一啲嘅神學嘅批判。佢咧寫呢本書就話俾我哋聽，對我哋信徒同教會咧有好大嘅提醒。點解教會會不成教會呢？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教會已經偏離咗佢嘅本質。本來教會應該有個功能同埋使命呢，可能已經偏離咗，唔係完全冇，但係佢已經偏離咗，或者呢做得唔整全，失去咗教會作為基督身體嘅整全嘅功能。我呢想簡單呢列出呢幾點呢我自己嘅閱讀唔係呢本書裏邊講出嚟嘅。點解教會會偏離咗佢嘅本質？其中有好幾個原因呢，想同大家簡短咁分享嘅。第一個咧就係成功神學嘅泛濫，信耶穌使你升官發財、身體健康、凡事順利，美其名咧叫做豐盛神學，其實一種咧高舉祝福、輕視苦難，以利益嚟吸引人信耶穌嘅一種嘅神學。你話咁樣有咩問題呢？我喺教會裏邊曾經經歷過咧，就係有弟兄姊妹病咗，佢唔敢同弟兄姊妹分享。我話點解啊？點解我哋唔可以為你祈禱？佢話因為咁樣呢，擔心會唔榮耀神。我話病咗點解會唔榮耀神啊？我哋一齊去祈禱，去經歷神經歷呢個恩典，我咪仲更榮耀神。但係因為教會裏邊呢，吹捧一種就係你要幸福快樂，你要成功，你要健康。如果病呢，就梗係得罪神。呢一個呢，一個錯誤嘅教導，影響咗弟兄姊妹嘅生命。第二種咧就係廉價嘅恩典，即係話咩呢？就係只談恩典，就教會唔談認罪。上帝愛原來嘅你啊！我成日喺網上聽到咧，都聽到嘅。愛原本嘅你，即係話乜嘢啊？你唔使點改啊！甚至乎呢，我喺台灣真係聽過有教會講，真係理直氣壯咁講，我哋刻意唔講認罪。我諗大家明我嘅感受嚇，亦都有咧教會嘅教導咧，聖經嘅教導薄弱不斷都係其實都啱嘅，不斷都咁講彼此相愛，耶穌愛你，你愛耶穌。但係更深層次嘅，其實聖經裏面好大嘅篇幅講我哋點樣去承擔使命，點樣去改變呢個世界。
耶穌唔係話我愛我嘅遵守我嘅道，點解我哋唔多啲時間去學習神嘅道，去遵守神嘅道，甚至乎咧重視祝福，不斷去講點樣祈禱就會得到應允。其實聖經話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其他嘅就會加俾你。點解教會對社會嘅責任會漠視呢？福音變成咗一個個人得救或者個人幸福嘅幸福音。呢個幸福音呢，我神學院嘅一位老師改嘅，唔係福音，係幸福音，係令到你幸福而已。對社會公義嘅冷漠對不公義嘅事情、違反真理嘅策略政策無動於衷，甚至乎貧窮憐憫一啲都唔關注。我曾經聽過一個香港好有名嘅牧者講，話教會千祈唔好掂呢個貧窮人嘅工作，會拖累教會。哇！我點會係咁樣㗎？聖經咁大篇幅講，我哋要憐憫貧窮嘅人，對弱勢、對有需要嘅人作出幫助。最後一點咧，我想講咧就係，其實又唔係完全唔啱㗎。我真係要補翻一下重視人數同埋奉獻嘅增長。但係當奉獻同埋人數成為教會嘅目標，冇異象、冇使命，本來係唔係一件壞事嘅，人數增長多啲人得救。但係問題就係為咗令更多嘅人坐喺教會，但係呢個變成咗教會嘅目標，唔係教會嘅使命。我哋應該係人數增長係傳講真理之後嘅結果。我哋彼此相愛，有團契，有愛，有彼此委身，為別人捨身捨己嘅生命彰顯出嚟嘅時候，主就將得救嘅人數天天加給我們。當呢個關係倒轉咗嘅時候，我哋就會變質。我曾經聽過一個長老講，又唔係呢度我真係好放心，因為我啱啱嚟呢度。你知唔知我一年奉獻幾多錢啊？開會嘅時候講，哇，點解會咁樣講嘢㗎？OK，你奉獻幾多錢係上帝俾你嘅祝福嚟㗎嘛？你上帝佢奉獻幾多錢，跟我哋討論有咩關係呢？上面所講嘅，我唔係想帶住驕傲去批評，而係看見教會嘅情況嘅時候，其實對教會有負擔、有委身嘅，都會思考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應該點樣去讓教會成為教會？因為教會咁樣發展落去，就越嚟越個人化，就會越嚟越偏離真理嘅教導。教會存在為咗討人喜悅，或者得到人歡心，講啲大家喜歡聽嘅説話，咁自然就會增長。其實外國好多咁類型嘅教會，就我哋見到好多人坐喺教會裏邊，不斷咁講耶穌點樣愛你，耶穌使你幸福。但係其實呢個唔係完全耶穌基督俾門徒嘅使命，亦都唔係我哋奮鬥嘅目標。咁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將教會變成教會呢？首先我哋就要明白教會嘅本質係乜嘢，聖經裏邊點樣定義教會。咁既然係從聖經講，首先我哋要從呢個字義嘅開始。剛才我哋讀出呢個嘅經文呢，其實教會呢個字翻譯中文做教會呢個字呢 Ecclesia 如果用希臘文就咁讀，如果你用英文讀呢，好多人就讀 Ecclesia 咁都唔緊要嘅即係發音睇你攞邊個標準啫。呢一個係首次喺福音書裏邊出現。耶穌對彼得剛才嘅一段説話，當彼得認出耶穌係永生神嘅兒子嘅時候，俾耶穌呢就將呢段説話話俾佢聽。我讀紅色嗰部分，我還要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嘅權柄不能勝過他。究竟呢一個 Ecclesia 或者 Ecclesia 我隨便讀啦耶穌用呢個詞咧嚟表達我的教會。其實呢個意思咧係因為當時仲未有教會嘅，即係未有呢個字嘅中文，所以有啲人咧就話呢個係時代倒置，後來先有教會噶嘛。呢個字其實嘅意思係我嘅群眾。呢個字咧本來係由一個呢個希臘文由一個複合字組成嘅，前面 ek 係代表出嚟咁嘅意思。Ecclesia後邊嗰半部咧就係用另外一個字 kaleo 呢個字，就係叫人呼叫咁嘅意思，兩個字組成。所以咧以前咧好多教會就話
即係講完咧都會提到咧，教會就係被呼召出嚟嘅人群啊。如果大家認識中國有一個宗派啦，喺香港都有嘅嚇，佢就唔用教會，佢話聖經冇教會嘅，只係有召會。大家有冇聽過啊？OK， 就係因為咧呢個教會呢個字係由呼召出嚟嘅，所以就叫做召會啊。但係咧近代好多學者咧就開始推翻呢個講法，佢話我哋唔可以將希臘文每個字都拆字嘅啊，因為咧咁樣拆字咧係時代倒置嘅。頭先講過，因為當時冇人咁樣閱讀呢個字嘅啊。當時咧呢個ekklesia呢個字咧係羅馬政府用嘅，就係當佢有重要嘅宣佈嗌人群嘅時候咧，佢就話有ekklesia出現啦。OK， 大家要出嚟聽羅馬政權所講嘅嘢。我又唔想喺呢度太多嘅評論喺個原文呢個字裏邊多評論，但係教會係被耶穌基督呼召出嚟嘅人群，承擔佢嘅使命呢一個嘅講法呢係明顯嘅。我哋簡單睇一睇喺舊約裏邊呢，其實呢喺新約嘅時候嘅信徒，甚至乎耶穌佢讀嘅舊約呢，我哋而家叫舊約呢，係讀緊一個希臘文嘅譯本，我哋叫做70士譯本，所以係用希臘文嚟翻譯呢個希伯來文。所以呢，其實耶穌都係睇希臘文嘅，佢都唔係睇希伯來文嘅。喺舊約裏邊呢，夸哈呢個字呢，就係以色列嘅會眾同埋一個集會，佢翻譯做希臘文呢，都係用呢個字 ekklesia 呢個字嘅。所以咧係上帝呼召佢嘅子民，以色列嘅子民出嚟咧，都係用同一個字。好明顯咧，就係神呼召我哋。喺保羅書信裏邊咧，我哋確實咧係被一群被呼召出嚟嘅人群。嗱，經文我唔讀出啦，我哋好熟悉嘅。佢話被召的人呢個字咧，原文就係kletos，就係同ekklesia呢個字咧係同一個字根嘅。然之後，保羅喺羅馬書8章30節又講到，我哋嗰啲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呢個所召來的人呢，又係同一個字根嘅。所以我可以簡單做一個總結呢。後來中文翻譯為教會呢一個嘅希臘文原文 ekklesia 係指住一群屬於神嘅子民，係被神所呼召集會，聽候神嘅吩咐，按住神指示而生活嘅人群。所以教會唔係一個教堂，唔係一個建築物，而係一個有機嘅群體。教會就係我哋就係教會。有2-3個人聚會，耶穌就喺中間㗎啦。咁當然2-3個人，我哋通常即係現代人就唔叫做教會嘅。咁但係我哋其實係教會嘅一部分。究竟耶穌呼召我哋成為教會，佢有乜嘢指示、任務同埋權柄呢？我今日嘅經文裏邊呢，我希望藉住我嘅領受讓大家去明白呢一段嘅聖經，耶穌俾教會嘅指引。我唔再重複經文啦，因為大家都應該好熟。第一句説話，佢話我要將我嘅教會要建立喺呢個磐石上邊。但係問題嚟啦，究竟磐石係乜嘢意思呢？呢個好似好抽象咁啊！建立教會喺個磐石上面，我哋點樣建立呢？我哋每一個人係有機體，點樣建立喺個磐石上邊呢？呢一個磐石呢個字呢，曾經喺歷史上邊呢出現好大嘅爭議。因為咧呢個磐石嘅原文呢，就係Petra， 係指住彼得講嘅。因為咧彼得嘅名字咧就叫Petros， 呢個係佢嘅名嚟嘅。因為兩個字咧都係同一個字根。所以咧就會認為咧磐石就係指住彼得，所以耶穌就將呢個權柄交咗俾彼得，彼得再交落去。呢一個咧就係後來嘅大公教會或者今日我哋叫做天主教嘅傳統，認為教會嘅權柄咧就係一代一代通過教皇或者我哋叫教宗咁樣承傳落去。所以我哋要聽教皇嘅講，因為咧耶穌親自俾咗彼得，彼得又俾下一個，下一個又俾下一個，使徒統帥咁樣帶落去。所以所有人都要聽佢，但係當然啦，又有另一個反駁隊出現啦。反駁隊咧就話因為咧原文Petros 即係彼得個名咧係小石，Petra 係大石指磐石，
所以耶穌講教會建立喺佢嘅磐石，唔係指住小石彼得，咁咪即係唔啱咯。頭先講嗰段嘢就唔啱咯。不過又有人反駁隊又出現啦，佢咧就話耶穌講當時係講緊亞蘭文嘅，佢唔係講希臘文。嗱，呢個係口語嚟嘅，當時嘅口語都係真實嘅，所以咧係冇大石小石之分嘅。亞蘭文咧就係讀茄花，茄花係指石頭又得，大嘅又得，細又得。所以呢句説話應該係你係茄花，所以我將我嘅教會建立喺呢一個茄花身上。哇，越講就越糊塗啦，我都唔知點算。OK 究竟磐石係指彼得，抑或係其他人呢？或者其他嘅事呢？點解我好似花咁多時間去解釋一個石頭嘅問題呢？因為其實背後係一個神學嘅立場。如果耶穌話要將佢嘅教會建立喺彼得身上，而彼得代表住教皇嘅權柄嘅話，我哋就要跟住呢個指引，就係話要聽從教皇嘅指示。如果教皇話要向伊斯蘭教徒學習，話穆斯林係和平嘅分子，我哋就真係要向穆斯林學習嘅，因為個權柄係從天上而嚟噶嘛。但係我諗大家都會明白，教宗教皇只係一個人，佢冇神秘嘅力量，佢亦都唔存在教皇無謬誤嘅說法，甚至乎呢個說法只係歷史當中嘅謬誤產生嘅。而家我哋睇下，不如我哋睇下呢個馬太福音耶穌點樣講磐石。我哋呢個亦都係我哋好熟悉嘅。耶穌講呢個磐石係乜嘢嘅一個比喻？佢話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磐石代表房屋嘅根基，房子建在磐石上就會穩固，建喺沙土上就會遇到風雨就會倒塌。建立在磐石上亦都代表住聽從耶穌基督嘅話，聽咗就遵行嗰啲，就係建立喺磐石上。再睇下保羅點樣講磐石。保羅係從舊約出埃及記裏邊咧嘅歷史裏邊就指出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出水嘅靈磐石。我唔需要再讀經文啦，呢啲經文都係好熟啦。到彼得前書嘅時候，彼得咧就講到房角石同埋絆腳嘅石頭、跌人嘅磐石，呢三樣嘢其實都係指住耶穌基督。唔順從道理嘅人喺跌倒喺磐石上邊，就係指住跌喺耶穌基督腳前。謎底已經解開咗啦，應該我哋都好清楚。耶穌基督話：我要將我嘅教會建造喺呢個磐石上，意思就係建立喺耶穌基督身上。將教會建立喺耶穌基督身上，唔係好抽象嘅事，其實就係按住耶穌基督嘅旨意去遵行行事嘅教會。咁問題嚟啦，咁究竟我哋點樣明白耶穌基督嘅旨意呢？你又明白，我又明白，但係點解大家出嚟又唔同呢？好似一人有一個說法咁。所以我哋就要研讀神嘅話語去明白佢嘅旨意。教會建立喺磐石上，就係建立喺耶穌基督身上，就係按住聖經嘅真理、神嘅話語紮根，唔好偏離佢嘅教導。呢個就係教會嘅本質。按住耶穌基督嘅運作，不偏離左右嘅教會，就係耶穌基督嘅教會。教會要跟從耶穌基督嘅吩咐去建立，教會就要明白耶穌基督嘅吩咐，係咪啊？我嗌你唔講俾你聽，你唔識做亂咁做，咁你點會成為耶穌基督所吩咐喜悅嘅教會呢？我哋要明白耶穌基督嘅吩咐，就要研讀佢嘅話語。合意嚟講就係耶穌基督喺福音書講嘅嘢啦，廣義嚟講就整本聖經神嘅話語帶俾我哋。我哋要有話語辨別嘅能力，唔好道聽途說，亦都唔好盲從附和明講完。最近聽一個仲有好令我震撼嘅，佢話咩呢？啱啱聽冇幾耐嘅啫，喺網上。大家真係要好小心聽 YouTube 啊！而家好多有好嘅，亦都有啲摻雜一啲東西啦。佢話呢，如果主耶穌唔喺天堂，我就寧願唔喺天堂。我聽。天堂點會冇主耶穌嘅啫？呢句話好似係有啲虛喎，
又有一個人咧就話咩咧？如果聖經咧好耐㗎啦，喺香港聽到嘅。如果聖經令我與神隔咗咧，我就寧願唔讀聖經，掉咗本聖經去。咁樣㗎，我而家好似聖經讓我哋認識神，更加明白神，明白咗我哋會更加愛慕神、親近神㗎嘛？點會讀聖經會令我哋遠離神嘅？我真係覺得好奇怪。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好出名嘅，而家好出名嘅神學院教授，佢寫咗本書，我就買咗嚟睇，都寫得幾好。但係書裏邊呢，其中一個 chapter 佢就介紹耶和華唔同嘅名字喎。咁呢，佢就話耶和華以勒、耶和華沙龍，列舉咗7、8個，耶和華尼西，都係耶和華嘅名字，係何等美麗嘅。我睇完之後，我就message 佢咯。佢話聖經話耶和華以勒係個地方名喎，耶和華沙龍、耶和華尼西係壇嘅名，點解會變咗做耶和華嘅名字？因為我唔識啊嘛，我就問佢啦。我問呢啲山嘅名字、壇嘅名字變成耶和華嘅名字，係邊一個傳統或者邊一個聖經根據？跟住佢答唔出嚟。我想講，我唔係自以為聰明或者刻意去挑戰呢個權威。猶太人連耶和華這個名字都唔敢讀出嚟所以咧喺希伯來文聖經裏邊咧寫 YH 4個字母即係用英文去代替啦。佢哋見到佢哋唔敢讀嘅。我哋而家讀耶和華好大聲耶和華唱歌唱耶和華，佢哋讀阿道拉，因為佢想要忌諱，唔可以讀嗰個字出嚟，妄稱神嘅名。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哋點會將耶和華以勒變成耶和華嘅名字，要大大聲咁讀出嚟呢？我想講乜嘢？我哋要對聖經認真。我未必一定啱，但係我哋要對聖經認真，要揾到聖經嘅精義。唔明白嘅就不恥下問，不斷咁深化、集思廣益，或者就真係有根據咁樣講出嚟。但我要知道，我哋要不斷更新同埋修正，先至會明白聖經嘅教導。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大家要努力咁樣去學習聖經。耶穌喺佢嘅話語，耶穌基督嘅話語上面盡心知明信行教。咩意思啊？由知道到明白到相信到行出嚟，然後你就去教人。通過讀經、背經、查經、研經，將神嘅話語晝夜思想，成為我哋生命嘅指引。咁樣教會就會建立喺磐石上。當我哋聽到神話祝福你要發大財，你會升官買股票會上升嘅時候，你馬上會想到咩經文呢？你話貪財是萬惡之根，有衣有食就當知足。因為呢個係神嘅話語，你會分辨到成功神學嘅講者，佢就唔能夠發大財啦。因為你相信佢嘅時候，佢首先發大財。第二段我想同大家講嘅，教會掌握咗天國嘅鑰匙。耶穌講嘅，究竟掌握天國嘅鑰匙又代表乜嘢嘢呢？又好似好抽象咁。彼得作為認信耶穌基督係神兒子嘅代表，接受咗耶穌基督嘅吩咐，話要建立喺佢嘅磐石上，同時接受咗天國嘅鑰匙。呢一條嘅鑰匙唔係屬於彼得獨有嘅，係認識耶穌基督為主嘅門徒所擁有。天國嘅鑰匙係用嚟打開天國嘅大門，使人能夠進入天國。咁我思考啦，究竟呢條鎖匙係咩？我哋冇人派一條鎖匙俾你噶。我就思考呢條鎖匙就係當信主耶穌為你救主嘅福音。唯獨福音使我哋明白自己嘅罪，同埋需要耶穌基督嘅代贖嘅救恩。人需要認罪悔改，接受福音，得到永生之道。呢個就係與神聯合進入天國嘅領域，經歷耶穌基督同我哋同在以馬內利嘅福氣。所以教會要承擔大使命嘅任務，將使人施洗歸入基督，成為門徒嘅一個嘅重要嘅使命，傳俾萬民。因為呢個係生命攸關嘅寶貴福音。基督信仰唔係一個個人化嘅信仰，只係關心自己得救，或者極其量關心下自己家人嘅得救。呢個當然重要啦，但係信耶穌嘅使命係要萬人得救。一位神學家曾經講過，佢話基督嘅信仰係為他者而活嘅信仰，即係話我哋係為
耶穌基督係為他者而捨命，我哋又為他者而服侍人。他者即係其他人嘅意思。今日教會有呢個福音樹，鼓勵弟兄姊妹將福音嘅對象嘅名字掛上去，然後為佢祈禱。嗱，我會㗎，我遲啲我就會影低啲相去為呢啲福音嘅對象祈禱。呢件事令我諗起好多年前，我嘅教會都有同樣嘅做法。我就將自己嘅四哥同四嫂嘅名字咧寫咗上去，因為我哋七兄弟姊妹咧，四哥係最硬嘅，對福音最硬嘅一位人。我大哥第一個信主啦，咁咧有啲家庭聚會10幾20人一齊，20幾30人一齊咧，咁啊佢係第一個信主，亦都係大哥啦。媽媽唔喺度，爸爸唔喺度，咁佢咧食飯之前就會領禱啊。咁啊，個個都耷低頭啦，大哥啊嘛，呢啲大哥好威噶嘛，我哋嗰啲大哥。但係我四哥咧就係你一路祈禱一路會講嘢嗰啲，點啊咩啊嗰種嘅，即係大家明白嗰個處境啦嚇。咁四嫂又好神心嘅，即係咧又拜地主啊，拜乜嘢啊，咁啊即係好神心嘅兩個人。咁啊佢又冇咁，佢都唔會咁出聲嘅。咁樣我咧，其他咧，我哋已經有好幾位哥哥姐姐咧都信咗主。咁我特別就諗起佢，就將佢名字寫低。過咗好多年之後，我嘅四嫂就患咗癌症，佢最後咧喺床邊接受耶穌受洗歸入基督。60歲多啲啦，60零歲啦。我阿哥四哥咧當然就好唔開心啦，好傷心。喺辦理呢個太太嘅喪事期間呢，仲有一位陌生人喎，佢唔識嘅喎，淨係喺教會度聽到我哥哥喪偶，就陪佢一齊咧辦喪事，四出奔波，搞死亡證啊、訂禮堂啊、火葬禮啊等等等等程序表啊，好多嘢都陪住佢一齊做。我哥六神無主啊，當時就以為佢係殯儀館嘅人，咁咧以此謀生，咁所以但係自己都唔好，你幫我做就做啦，咁一路係咁樣陪住佢做。後來最後發現呢個弟兄係不收分文嘅，佢覺得好奇怪，甚至乎佢請假陪佢1個禮拜去做呢啲事。原來佢話佢嘅恩賜就係關顧喪家，佢1年裏邊咧都總會服侍好幾位未信主嘅朋友，而且好有趣嘅就係佢嘅老闆就唔係基督徒啊，但係知道佢有咁嘅心志咧，就俾佢放假。我四哥深深被感動，喪事之後就跟佢返教會，一段時間之後佢就受洗歸入基督。我哋時時想揾到一條天國嘅鑰匙，一套嘅福音工具，可以有效咁幫我哋傳福音，成為一卡插落去就打開到門啦。3福4律、福音橋、5色珠、5色鎖匙。嗱，呢啲都係好嘅。如果呢一個工具都冇嘅呢，你都要有一個工具同人哋講。有人今日撞到你話，喂，你係基督徒啊？究竟信耶穌係乜嘢事啊？點解我要信耶穌啊？我得翻去你嚟教會，我揾領袖啊執事同你講，或者牧師同你講啦。咁係差咁啲嘅。唔好啊，我冇時間啊。OK 嚇，你即時會有一套方法去介紹耶穌基督係嘅救恩係乜嘢嘢？點解你需要福音？但係我想講，當我哋能夠活出福音嘅見證，聽到吩咐又遵行去做嘅時候，就係帶領人進入天國大門嘅鎖匙。我哋就係揸住呢條鎖匙嘅 key man、key woman、key person。當我哋揸住呢條天國嘅鑰匙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好有膽量咁樣向人傳福音。第3樣嘢今日想講嘅就係耶穌俾教會嘅指示係，教會嘅權柄係勝過陰間嘅權柄。咁教會嘅權柄又係乜嘢？陰間嘅權柄又係乜嘢嘢呢？咁教會嘅權柄我先講呢個陰間嘅權柄先啦。陰間嘅權柄或者原文陰間嘅門呢，門係代表咧，即係賊人嘅城門，即係代表即係個城門係一個保障啊，係一個力量嚟嘅就代表個權勢。經文話咧，陰間嘅權柄力量唔能夠勝過教會，因為耶穌基督係死之後復活嘅主，死亡唔能夠拘禁耶穌，佢擁有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所以死亡唔能夠勝過耶穌。因為我哋信耶穌嘅緣故，所以死亡都唔能夠勝過我哋。我哋有復活嘅盼望，
能夠勝過死亡嘅權勢，亦都有永恆嘅生命，有復活嘅身體。點解呢個勝過死亡嘅權柄係咁重要嘅呢？使徒保羅喺哥林多後書應該係5章講得好清楚，因為篇幅關係呢，我哥林多前15章呢度我可能抄錯咗個經文嘅出處，但唔緊要，都係保羅講嘅。我唔詳細解釋呢段經文啦，但係呢，我想總結咗幾句說話。如果我哋死咗之後冇復活呢，福音只係今生嘅事，咁就代表咗我哋所努力靠住福音，只係做一個好人嘅啫。因為死咗就冇噶啦。呢一啲呢係哲學家同埋其他宗教都可以幫我哋做到嘅事。所以好多人以為話宗教都係導人向善啫，基督教都係導人向善，甚至無論做好人惡人，結果都係一樣，冇復活，冇審判，人死如燈滅，或者更可悲嘅，要接受地獄嘅刑罰。基督徒同世人一樣，都係冇指望，所以保羅甚至話不如吃吃喝喝就好啦，同世人一樣，使乜咁辛苦要傳福音？點解要做咁多耶穌嘅規矩？復活嘅盼望成為基督徒一個好重要嘅力量，能夠克服無法忍受嘅苦難，無法理解嘅不公平，無法辨明嘅屈辱，甚至乎面對一個荒謬絕倫嘅世界嘅景象，我哋能夠安然度過，因為我哋知道將來一切都係喺審判嘅台前會接受審判。我哋亦都會按住我哋生前所作所為，說過每一句嘅說話，一句一句供出來。以前我話點得啊？個個都咁樣供出嚟，哇！而家有 AI 我就知道得啦。OK 邊個人講過乜嘢一撳就已經出到嚟啦？何況係上帝？到呢個時候，一切都會辨明，而且我哋有復活嘅身體，進入新天新地，睇見上帝嘅榮耀嘅彰顯。以前好多唔明白嘅事，可能唔知道嘅答案，因為有神嘅同在，我哋就完全甚至乎唔知道呢啲答案都唔緊要啦。我見到上帝嘅榮美喺上帝嘅新天新地裏邊，我哋已經感動到不得了。耶穌基督嘅復活係我哋信仰嘅根基，所以今日耶穌升天節都對我哋好繼續有提醒嘅，就係佢升咗天之後，要將呢個使命交俾我哋，話俾人哋聽，耶穌基督係復活嘅上帝。復活證明咗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勝過死亡嘅權勢，因為佢活着，我哋都要活着。復活係靠教會盼望嘅根基。喺呢個世界上邊，我哋只管按住上帝嘅吩咐行事為人，活出與蒙召嘅恩相稱嘅生命。其他所有發生嘅事都係插曲嚟嘅，甚至乎係一個訓練嘅課程。我哋要學習分辨正義善惡，但係唔需要心懷不平。亦都唔需要想辦法去與惡人作對，又或者會做一啲報復嘅行惡嘅事。呢啲都係我哋信耶穌、學習耶穌生平嘅功課。亦都因為我哋嘅主有復活嘅能力，勝過陰間嘅權勢，我哋先至有咁嘅能力做得到。咁另外又要講啦，我哋教會勝過陰間嘅權勢，陰間嘅權勢亦都代表住乜嘢啊？除咗死亡之外，代表住罪惡、邪惡、撒旦嘅權勢。睇下耶穌基督點樣吩咐，佢話教會有屬天嘅能力，凡地上你哋捆綁嘅，天上都要捆綁；凡你哋喺地上釋放嘅，在地上都要釋放。呢句說話話俾我哋知道，教會有屬天嘅能力，等同天國嘅代表行事，勁唔勁啊？各位弟兄姊妹，勁唔勁啊？你喺地上所做嘅事，天上都肯定你哦。你代表着天使天軍喺地上做事啊！哇！我睇到呢啲經文呢，係澎湃啊！原來我哋基督徒唔係坐喺度等，唔好講個字啦，好 OK。原來基督徒喺地上有咁大嘅使命啊！你捆綁撒旦嘅作為，天上就會話我都捆綁；你釋放人，天上就會話釋放人。我哋有權柄將人從罪惡嘅權勢捆綁，亦都可以釋放，得住新嘅生命。當然呢個權柄嘅同能力唔係靠血氣所做嘅，正如經文一開始嘅話，耶穌話彼得，你能夠認出我係基督，係靠住乜嘢啊？唔係血氣啊，係靠住
天上而嚟嘅指示。我離開加拿大，離開台灣，有冇過時 ？OK， 睇住個鐘先。我離開台灣之前大半年呢，就喺教會負責推動呢個監獄事工。監獄裏邊嘅囚犯可以講係被罪所捆綁最明顯嘅人。我就同幾個姊妹每個禮拜咧就去做個人報道，佢又俾我哋一啲名額，我哋大概5-6個人到啦。禮拜2、禮拜4咧就去單對單，每次見1個至2個。咁好多人因為咁樣咧係信耶穌決志。咁後來咧我就膽粗粗咁就同嗰個負責嗰個即係獄警咧就講咧，即係去招待我哋嗰個。我話咧，其實可唔可以咧搞一啲大型嘅報道會啊？好似喺復活節啊，呢個聖誕節，咁我哋咧一齊幾百人，或者佢嗰個監獄成5-6千人嘅。咁我就膽粗粗咁樣問佢，做一啲集體嘅活動得唔得啊？我都諗住都係講下嘅啫，係嘛？咁佢竟然話：如果你要嚟1個禮拜嚟1次得唔得？不過咁樣喎，你有心理準備喎。啲囚犯咧即係佢好唔禮貌㗎，即係基本上，因為佢日日都見嗰啲人啦，係職業囚犯嚟嘅喎。佢唔係好禮貌咁回應你嘅喎，你唔好諗住坐定定，好似而家咁樣，大家望住我嚟聽喎。佢會喐身喐勢喎，佢唔會唔理你嘅喎。如果你冇咁嘅心理準備，你就唔好嚟啦。我話唔緊要，唔緊要，我習慣嘅。OK 呢啲好 easy 嘅啫。起碼都有啲人聽啊。結果每一次有100到200人出席，120人唔係200人，100到120人一個房間坐滿。出乎意料之外，佢哋竟然呢係好用心咁聽我哋呢個福音嘅信息，好用心咁，甚至乎跟住我哋唱詩歌。最後我做呼召，好多大男人都一齊祈禱。最後問佢哋有幾多人頭先有祈禱舉手啊？每次都有10幾20人。經過咗1年幾個月，接觸咗超過1000人，裏邊有超過200人係舉手接受耶穌基督。呢個係完全超過我哋嘅預料，亦都深信呢個唔係我哋人嘅工作，而係聖靈嘅工作。如果唔係聖靈嘅工作，絕對唔會有呢啲咁嘅效果會走出嚟。如果唔係主耶穌俾我哋將別人從罪當中得釋放嘅能力，我哋係做唔到。有好幾次我去開呢啲嘅集體報道嘅時候，我話我代表你哋一個朋友嚟探你㗎。佢哋好奇怪，點解會有個朋友嚟探你啊？呢個朋友話：如果我唔嚟探你呢，我就點點點㗎啦。大家知道我講邊段聖經啊？耶穌話：我喺監獄裏邊，你冇嚟探我。所以我而家嚟探你，因為我個朋友嗌我嚟。哇！佢哋聽咗之後好感動，然之後呢係好願意聽繼續講嘅嘢。我想講，教會嘅本質係應該滿有能力嘅教會，而且有屬天權柄。基督徒係教會嘅一份子，亦都係擁有呢個屬天嘅權柄嘅一部分。如果教會不成教會呢個說話係成立嘅話，我相信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係我哋失落咗呢個屬天嘅權柄，我哋甚至懷疑自己有冇呢個咁樣嘅屬天嘅權柄嘅能力，我哋冇擁有呢個屬天權柄嘅信心。喺馬可福音用另外一個嘅框架，耶穌喺升天之前就講咗呢一個嘅權柄可以做啲乜嘢嘢。信而受洗嘅必然不信，呢度唔講啦。信嘅人必有神蹟奇事隨着他，又奉我嘅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什麼動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當我哋聽到呢一啲咁樣嘅應許，呢啲咁樣嘅權柄嘅頒布嘅時候，我想問大家，你是否相信 ？Do you believe？ 你要做一個決定，究竟你信定唔信？如果你信嘅話，你是否跟住去進行？耶穌應許願意相信佢嘅門徒，跟隨佢嘅門徒有咁嘅權柄。我想話俾大家聽，我信咗主好耐，一直都唔信，因為我係理科人，理科嘅腦噶嘛。OK， 呢啲嘢可能以前有，而家就OK， 學習嘅精神就得啦。但係我嘅信仰亦都係一個好簡單、好單純嘅信仰。我盡量希望
做到按住聖經所教導去活出嚟。如果做唔到或者做得唔好，可能都係我唔熟練啊，你大家要原諒。我睇到雅各書第5章裏面講，有病嘅就請教會嘅長老嚟為佢哋奉主嘅名抹油，為佢哋禱告，出於信心嘅祈求，要救那病人，主就必叫他起來。所以我遇到有病人嘅時候，我就會為佢祈禱。如果情況許可嘅，我就為佢抹油，因為呢個係聖經嘅教導。我冇懷疑，因為呢個唔係我嘅能力，我亦都唔怕冇神蹟出現所以冇面丟臉。我只管做自己要做嘅嗰部分，其他嘅就睇上帝點樣做啦。呢個亦都係宣道會4重福音裏邊相信醫治嘅耶穌嗰個油瓶嘅來由。我感謝神，神俾我睇到好多神蹟奇事。有一位教會嘅女執事嘅丈夫，佢仲未信主，佢患咗一個急症，個感冒菌咧入咗個腸，非常嚴重，要剪晒咁滯，得翻一個好短嘅一個腸維持生命。但係佢冇康復，進入咗昏迷狀態。醫生通知家人，佢話要見最後一面啊！我哋教會一行10幾20人到床邊，希望佢最後都有啲表示可以信耶穌。當時佢已經唔能夠講嘢，隻眼已經反轉咗噶啦。咁我都要作為一個教會嘅牧者，我都要照做啦嚇。大家都好渴慕見到呢個景象，咁同佢講，但我唔知佢聽唔聽到。見到個眼好似可以有少少喐喎，其他人話係啊，有反應啦，有反應啦。咁其實對唔住我講，我真係唔知道㗎。OK， 不過大家都認為有反應，執事又話有反應，咁我就接受咗，就為佢喺床上邊作洗禮。結果第2日，佢竟然講到嘢，活得翻嚟，到今日仲健在，已經有7、8年。我其實仲有好幾個例子，不過因為時間嘅關係呢，我唔想耽誤咗報道嘅，係有機會我再分開講。OK，最後當然喺教會我想講乜嘢呢？一次又一次我嘅經歷，上帝將我呢個理科佬變成咗一個神科佬。我開始相信上帝嘅話語原來係咁真實，原來係真係按住佢嘅旨意去祈求，佢就會俾我哋睇到神嘅經歷嘅作為。當然啦，有聖經裏邊仲有好多其他嘅描述，教會係基督嘅身體，係永生神嘅家，係耶穌基督再嚟迎接呢個新婦嘅一個嘅表達。呢個都係唔同嘅聖經裏邊嘅描述。我作為教會嘅本質，但係今日我呢主要係想講呢教會嘅權柄同埋耶穌基督嘅授權。作為一個總結呢，我想講教會唔係一個機構，亦都唔係一個聚會，佢唔係一個品牌。教會係耶穌基督嘅身體，基督嘅新婦，係被呼召、被聖潔、被真理建立、被聖靈充滿，有屬天權柄和能力嘅群體，亦都係一同承擔大使命，等候主耶穌基督再來嘅群體。呢個我哋係一個屬天權柄嘅群體。今日我希望呢同大家分享就係頭先講嘅授權同埋能力嘅部分。日後呢，我會多啲講呢，就係教會嘅功能同埋使命。排名不分先後呢，我會按住次序呢，就係即係按住我呢個感動啦嚇。咁未來嘅日子呢，就會多講教會嘅功能同使命。希望藉住呢幾次嘅講道裏邊呢，大家能夠對教會嘅本質同埋佢嘅功能要做啲乜嘢嘢有更清晰嘅明白。今日呢，分享就到呢度，我哋請呢個敬拜團為我哋一同唱一首詩歌。今日我選擇嘅詩歌呢，因為我係國語人過去嗰5年，所以我都係直揀國語歌，大家要原諒一下。OK， 就係一首我都好喜歡嘅詩歌，叫《新的異象，新的方向》。希望弟兄姊妹藉住今日嘅分享，同埋呢首詩歌嘅一啲嘅提醒，叫我哋喺主嘅話語裏邊扎根，領受呢個屬天嘅權柄，展開新嘅異象，接受新嘅挑戰，邁向新嘅方向，而我哋一齊建立主耶穌基督喜悅嘅教會。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各位弟兄姊妹，我同起立。我哋嘅上帝係喺沙漠裏邊開江河，喺曠野裏邊開道路嘅上帝。佢係打破咗我哋人眼睛睇唔到嘅事情，而要我哋要做一件新嘅事。我哋領受耶穌基督嘅吩咐、權柄同能力嘅時候，就要喺地上建立佢嘅教會。凡佢要我哋去釋放嘅，我哋就去釋放；要我哋去捆綁嘅，我哋就去捆綁。在天上就會得到呢個嘅肯定。呢個我哋作為基督徒每一個人嘅使命同工作。但願弟兄姊妹都記得，我哋未來嘅日子裏邊一齊去行呢一條路，因為我哋被上帝咁樣呼召。願意我哋行出去嘅時候，我哋帶住新嘅意象、新嘅方向，脫離一啲神唔喜悅嘅事情。我哋一齊再唱呢首嘅詩歌。有敬拜的聲音發出，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我們神要做新事，舊的事都已經過去。我哋要喺基督裏邊更新，成為一個新造嘅教會，用新嘅眼光、新嘅意象，創造新嘅故事，走新嘅方向。呢一個耶穌基督教導我哋、指引我哋嘅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榮耀的主，我願你來，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神國度的榮耀彰顯，全地都要渴望呼喊榮耀的主，我願你來，聖靈引領，看見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全地都要渴望呼喊榮耀的主，我願你來，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神國度的榮耀彰顯，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聖靈引領我哋睇見新嘅異象。神要做新嘅事喺我哋當中，我哋要跟隨神去做呢啲新嘅事。願神賜福俾大家。清楚，唔該晒，見埋佢。